學完 Ellie 嘅單反有兩個核心嘅問題。第一，肩膊轉動幅度唔夠，導致擊球點偏後，揮拍軌跡縮短。第二，前臂缺乏 supination， 即係手腕由內向外翻，因而鎖死咗拍頭嘅速度。理論上，單反嘅發力點係由下身帶動軀幹旋轉，再將能量傳遞到前臂，最後先係手腕嘅 supination 完成鞭打效應。所以訓練會分成3個階段。第一，頂點拋波，淨係練 supination， 感受拍面由關閉到打開嘅軌跡。第二，結合身體嘅旋轉嘅拋波練習，將 supination 融入整體轉動嘅節奏。第三，半場餵波，模擬實戰時機，鞏固自動化反應。如果你都有 Ellie 相同嘅情況，不妨跟住呢套練習試下。記住，單反唔係用手臂硬打，而係用身體引導手腕轉出嚟嘅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